咦？呢個男仔喺度做咩啊？咁奇怪嘅。先生，請問你喺度做咩呢？呢度唔係俾你亂咁搞嘅喎。哦，唔係啊，我因為想買俾女朋友，但係唔知揀啲咩 size。哦，咁樣啊？你中意你女朋友着咩顏色呢？其實咩色都冇所謂嘅，但我就成日聽佢講話咧，啲鋼圈大到好唔舒服。咁其實我都唔知鋼圈係啲咩嚟。哦，原來佢係着緊有鋼圈嘅內衣。鋼圈內衣係好唔舒服噶，仲會影響血液循環。介紹呢一隻俾你啊！我哋呢個品牌創辦人都係一位男士，因為佢見自己老婆着鋼圈內衣，每日放工翻屋企第一時間就除咗佢，仲辣出好多紅印，佢好心痛，所以就決心設計舒服健康內衣，最後仲成立咗品牌。我哋品牌理念好簡單，材質要健康，要着得舒服，價錢要親民，款式要時尚。我哋品牌堅持唔揾大明星去做代言人，因為佢希望女士們都可以用一個好抵嘅價錢去擁有一件舒適又健康嘅內衣。好啊，咁我揀粉紅色啊，因為我女朋友成日講咧都話想試呢個顏色。顏色揀得好啊，好多男士咧都中意女朋友着粉紅色、白色同埋黑色嘅，咁每個顏色幫你配翻一套啊，下次帶埋女朋友嚟就更加 perfect 啦。好啊，哇 OK 喎，一 set 咁靚嘅。三套我哋折實咧就1046蚊嘅。哦，價錢好抵喎。係啊，無論係男朋友想送驚喜，定係女仔自己想揾到舒適又靚嘅內衣，我哋都可以幫你揀到最啱嘅款式，即刻嚟試下啦！